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到節目當中啊，會同大家來講神農教育。大家想講，用唔又係神農教育喏？唔過大家想神農教育，本單就會出現到日常生活當中。唔過可能就得用更加神奇、更加親密嘅方式、更加發跳嘅方式，撈佢啲人嘅生活當中出現。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好好同大家來講一個主題哦。細細嘅嘅來分享節目地度邀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好食好業平台嘅創辦人之一，分享江佩儀分享。大家好，我係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嘅江佩儀，我係好食好業嘅負責人，分享大家來聽沿着嘅故事。哇喲，分享，佩儀漢啲嘅讀書錯哦，錯冇唔錯。韓國家下講係中央大學，嗰時候你也係漢啲嘅讀書，非常嘅後生。唔過佢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神農教育有個主題。佩儀先同大家小結一下你自家係一般客家一般好羅算混血，係嘛？錯冇錯，嗰時候兩種語言我都會講，唔過都講到冇爭。冇人鼓勵，希望大家也按到後生人多多來講校話，勇敢來台上講，按用就錯嘅。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我有請到佩儀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神農教育嘅主題，還有係用一種動發跳、很活潑、按用嘅方式來分享。其實神農教育一件事情，相對很多嘛嘅用後生人嘅角度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神農教育，對我來講，其實你做得看到是老農業。嗰時候其實生活地度嘅所有事情，其實就係神農教育，因為當然都愛食嘛，冇唔錯。透過教育嘅方式，唔係將會啲從細到大，就會啲啲嘅事物嘅，尤其係你講頭前有食農風暴嘛，食安風暴，對。嗰時候大家就會較重視自家啲嘅事物嘅，你咩係希望大家啲。自家食嘅東西係哪邊來嘅？尤其係其實食物係台灣嘅文化，都係透過食來了解到台灣嘅故事啊，也係了解到一片土地上嘅事情。嗰時候人咩動感車，其實2年嘅時間就有神農教育法通過。真實嘅法律通過。係，冇唔錯。嗰時候民間啊，也係政府都做得就做得看到抗議農會有辦一個動道嘅法通啊，做得去榨茶，也係做動道嘅 DIY。我就知道，也就係動好嘅法通，本大家啲唔用辦來食。將會較健康了。係，因為我係唔知講，嘅法律有正式通過，講係啲2022年嘅時間。係，嗰時候嗰陣時算係神農教育嘅第1年，到也係2024、2025、2026，哇，咩個係4年嘅時間呢？係錯。不過其實啲立法之前，就有一個概念。係，冇唔錯。大家就第二用辦事會較好。嗰時候其實也就係生活嘅一部分啦。係，也當重要。唔過你真正係當從事也個議題，嗰時候你係特別創立嘅一個平台，同算係創辦人之一嘛。很多好食好業，也就係為到愛推廣神農教育。冇唔錯，就係希望大家做得來好好食飯。嗰個人哋嘅 slogan 咩係強用嘅，就係食到安心，食到菜體，食到空間，本當然都係好食好業。哎呦，一隻 slogan 寫到動好誒，韓國動詞喺客家人唔知做乜嘅，好食好業。尤其係客家嘅美食係當重要嘅，唔做得看到人哋嘅 logo，就係要105嘅，其實105嘅，係，就代表到漁獲跟農產品，對，你都得看一下啊，最尾一個字就係講到。係冇錯，睇當然都會揾人掉，又係乜嘅寵物，真嘅，其實就係打開寵物就看到好嘅甜食，嗰時候其實就希望大家做得啲好嘅甜食，有好嘅蔬果，有好嘅食物來過一個好嘅日子。
按用有空先有安心的感覺。不過其實也在好色行業嘅平台，喺度推廣神農教育。不過家嘅前身其實算係一個太好嘅一個社團，韓國一個也按到更新報錯冇？錯冇錯。其實第做一件事情我第太好嘅時間就做差唔多嘅事情，就係講新報，新聞在啲書寫，就係啲新聞記了可能咩係共用嘅事情，就係農業嘅事情來本大家啲。咩動感車其實係我嘅學習帶定我去認識地方。咩係因為學校嘅課程，佢要求人哋愛去拿計劃，就要留青年橋去拿計劃，去認識到其實桃園有咁多嘅人喺度做一件事情，就認識到地方創生嘅人，我就提供其實做得做咁多嘅事情，來本地方上來互通。哇！嗰時有件事情太好，就啲嘅做誒，係冇錯。一隻講新報差唔多係991刊，991出一版，一隻講新報。太好又出嚟幾多版？太好出到出第3版。第3版，佢農鄉誒，因為佢啲都其實按用演那本大家看一下好誒，因為我知道佢啲都嘅內容其實係。當年咩唔掂嘛，加啲私動到，其實像按用二出按用一般嘅按用嘅內容啊，按用像係填掉，其實就會花咁多時間，錯冇？錯，其實差唔多愛嘅1年嘅時間，你就要去完成一件事情。係啊，你看一條農山嘅內容，我寫到按精緻，韓國相片又去到按講，其實係冇按簡單嘅事情。哦，故說這個要在刊物韓國報紙算係你一開始嘅神農教育嘅一開始嘅一隻作品。下後就開始有也好色行業也個平台，過後又有一本繪本當電影寫。這真件當電影寫，按到小朋嘅滅法。冇錯，其實就係因為計劃嘅支持，從其實做一本書唔會賺錢，唔會賺錢，因為也冇賣，一本書其實係冇賣嘅。故說大家像一本書，其實愛用人哋講捐款證書，將會從客家後院將會本有呢一本書，其實有咁多嘅計劃，將有大家看到嘅咁多嘅書嘅，從一本第3本嘅刊物就係千祿電子企業贊助嘅。故說有咁多嘅人填書，大家將做得看到按多嘅作品這樣子。一本小朋嘅滅法，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本書嘅大體故事啲嘅講嘛，解好冇？好。其實小朋嘅滅法，其實佢就係團隊發現到北埔棚農，台灣北埔嘅棚農會帶點棚嘅去南部採伐麥。當年3、4年嘅時間，因為北埔太熱咧，佢說冇法，冇法，佢說佢就愛去採伐麥。一個時間就團隊嘅大家就知道其實一個故事係台灣農業嘅代表。假使人哋做得本身嘅啲，佢會動神氣，咪動學教。佢說愛到大家就想留一本書本大家啲，不過大家仲用太好嘅大家其實唔會畫圖。不過唔講唔會畫圖，我啲看一本書嘅時間，看一本繪本嘅時間，其實我一開始嘅感覺係，哇！一本繪本可以係當沖嘅國外使用本，因為國外有當到繪本都有傳到台灣，當到新人嚟都會看，你就知道哇！這個畫風輕等一下。結果係千萬人來畫嘅，總研太好嘅學生，特別好教，咁多啲拖延就錯嘅，冇唔錯，人哋就找專業嘅來嘅，就是楊嘉欣同學來填書人哋，我們專業嘅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這樣子。其實也係輕等一下，我知道有個故事，其實太體就知道，看到有個故事，韓國有個小朋友嘅用嘅，我就知道係輕等一下嘅事情。韓國有本書係法語嘅。係，不過其實佢係客話同英文，錯冇？
錯，就是也還有啲個看到嘅實體的書，係客家同英文嘅。華語嘅部分一啲最微，不過其實就係因為大家啲嘛，漢語有動到嘅強調，用5隻強調四海大平安。假使唔全部都愛變上去，其實唔啦。嘅也可能就看唔出來哦。哦，唔係日本係客家話嘅，客家話同英文嘅。係錯，所以其他嘅強調係用電子書嘅方式。冇唔錯，因為大家都知嘛，唔愛學客話，其實唔愛談，唔怎會講。故說愛用幫裝做啲談，然後就挨到就想到，其實做得用名錄嘅方式來本大家知。嗰種名錄用電子書係做得談到發言。冇唔錯。哎呦，有位按好呢，阿權位談到就知道，也係一個同好嘅教育嘅教材，唔管係神農教育，還係客家話，還係英文哦。其實還有同樣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呀，譬如家就做按到事情，還做乜嘅呢？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進來。好，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一個輕巧上嘅係安尼譬哦，佢同大家分享佢創辦的一個按到好色好熱嘅推廣神農教育嘅一個算係一個平台，因為佢咩唔算係一個品牌，啊，唔過佢做嘅當到有相關神農教育嘅事情。今日同大家來紹介係佢就出嚟一本繪本，按到小朋友咩法，係20朋友佢按到咩法。唔錯。阿講佢嘅故事，阿佢呢度嘅故事大體就係講，台灣嘅蜂農，北部嘅蜂農其實非常嘅辛苦，蠻難以去請法，怎麼有蜂糖嘛？故說佢就按用請法咩咧？也團日咧，就攞佢寫咗一本書，韓國佢主要出版實體嘅書係用客話同英文，看得到客家詩，韓國咩看得到英文。唔過啲名錄嘅電子書版本，還有其他強調四海太平安，冇唔錯，還有河洛話，咩有？因為本土語言嘛，總唔得記住冇啲送背，故說人哋沒有用河洛話，英文。還有印尼嘅話來寫嘅，有冇按挑戰去教？因為我用蠻講國際化嘛，還有印尼話其實係對台灣來講，其實印尼嘅新出名係當人嘅，尤其其實佢哋係搞客話嘅動態嘅族群，故說人哋咩嗌到咩希望佢哋做得搞佢哋嘅細佬嘅細妹嘅客話，咩做得本佢哋嘅來咩啲佢哋嘅文化用佢哋嘅語言來講，其實我譬如真嘅當散忙啲嘅做一件事情，韓國藝術也咩同自家嘅身份背景有關係，因為有講係客家同河洛嘅兩種語言、兩種身份都有，故說兩種都會顧到。韓國推廣神農教育也就係無分語言、無分族群，希望大家就做一啲安用嘅故事。冇唔錯，希望大家啲台灣蜂農嘅故事，其實係當特別嘅，尤其係其實冇接觸，人哋咩唔知台灣嘅蜂農會從北部到南部嘅故事，故說一個故事就寫到一個我們講現象這樣子，我們就用神奇的方式來本大家知。係，有這件係挺好嘅一件事情。不過譬如一開始啲嘅做呀，繪本唔單槍語言當多種，花嘅時間咩當長。其實一開始咩讀到動態嘅困難，錯冇？錯，因為一本書其實開了3年嘅時間，將完成一本書。故說嘅用時差唔多
愛着愛邊啊咧。太好愛邊啊咧。錯，古說推廣嘅時節其實係唔辣嘅。愛用版本大家第一本書，我有冇想愛一本書放到圖書館聽聽，想愛本較多人用一本書咩啲台灣捧農嘅故事，古說。這樣是懂多嘅事情，懂多嘅事情，愛做懂多嘅法通。還有聽講咩有去設計同大家來見面，去到像係四喜擺攤的啊，同鄉親按用直接面對面按用嘅宣傳，錯冇？錯，因為人哋嘅捧農太子，就會問愛到，唔愛去實際上做。宣傳呀的，嗰時候喺捧農超人就衝下去，人就可能又去擺攤呢，就順勢嚟講，人就我衝下來喎，係安尼，錯，佢有機會就會向人哋說衝下去好冇？人就好啊，總然本大家啲大家咩啲客家文化，咩做啲分享小朋友咩法，咩做啲分享學術行業。來本大家啲，然後就會帶細人來畫圖啊，也係講故事，睇細人都做得了解到台灣農業嘅文化，咁所就啲按用嘅方式，啲都認識當地人。其實按用就係親切啲嘅新農教育，細人從起來教教養，唔過其實家就偷偷嘅識，也就知識本件。錯，我愛好好示範哦，愛好好示範，愛保護地球。我保護地球，希望佢擺可能生唔到捧桶咯。係真嘅。阿用嘅講過，哇，嘅真係用清好。係咁，我難聽人哋清神氣嘅喺家度喊出作謠也好上人其實咩同考教作謠，咩同多種作謠，人哋咩要開始來做作謠嘅。係因為太下啲嘛，飛本對太學生來講有一些簡單咧，唔係大家都會。讀飛本，嗰個用作業嘅方式，就會較多人想愛教一本教一個作業，而且人家嘅作業係喺客家話嘅。錯，唔過唔假使唔會做得教，咩做得教啊？唔過目前作業就唱出客家話嘅版本，冇唔錯。希望用客家話嘅字，大家做得認識。因為我就看到有一個外面學到嘅，按到天池婆教娘，電磁波干擾嘅意思。冇唔錯。我教超多嘅捧嘅，錯冇？我影響到捧嘅。係冇唔錯，因為佢會簽到全部卡嘅錄音。所以原來天池婆咩會影響到捧嘅。係錯。咁所以也就重要一下，天天嘅限啲嘅優化，可能會見來見好，再個同大家見面。冇唔錯，咩當間車其實現下一個作用係有桃園客家基金會來支持嘅，故說現下就留中正蘇拉所啊、沙期地度來做合作去做測試這樣子。講到呀捧嘅啊，其實有捧嘅有當到第一次大家一次就知道捧嘅係一個當神奇嘅一種生活。富起來嘅頭擺咩小嘅當到捧農啊，甚至有捧農出隻老捧上帶過來哦。故說今日節目當中，我想譬如同大家分享到，因為學生嘅家就注意嘅事情，真係同大家冇共樣，要注意到其實同捧嘅有相關嘅知識，我同大家來分享。今日富起卡拉 OK 就同大家來分享有關捧嘅知識咯。好，冇問題。然後做啲先看到捧王，捧王係就係呀嘛，以後。封號，對不起，女王風啦，然後講法語嘅話就係女王風。女王風就係規個捧到清泰嘅人，清泰嘅捧嘅，清泰嘅捧嘅，佢係女王啊，嗰個然後做啲看到其實山楂。捧嘅有三隻角色，三種角色，然後做啲看到捧王、公捧、
拱棚係做拱嘅拱，哎呀係呀拱嘅棚，拱棚，雄蜂，對，還有西棚誒小蜜蜂，一個法語係工作的小蜜蜂，工作的小蜜蜂，工蜂啊，夾到上網就冇共用哦，冇錯，像係呀棚王，佢就是它佢看起來較黃，嘿，佢看起來較黃咩重嘅，較重嘅，唔做咧看到其實工棚係最冇共用嘅，佢係糊糊嘅身體，冇錯，還有佢嘅是唔咧做咧看到冇針，冇針哦，沒有針這樣子，真嘅呢，所以棚王同也都西棚誒都有針，咪都有針，佢條就係細妹嘅長有針。故說也都西棚嘅咩係買細妹嘅，冇錯。哦，真勁哦，真勁，係所有嘅事情都係佢做嘅。細妹我愛辛苦，係錯。哦，啊佢係冇針咩？係錯。故說佢嘅師傅大家都冇共用，大家都係看到無縫嘅素材係冇共用嘅。哦，長知識哦，大家有好唔好？呀！依種係望同大家來小結個，富起來有個節目依種係望同大家來分享過有個知識咯。嗰時候去成業來做田調，就會注意到按細節、按眉毛末節的事情。係錯，也咩係捧農太子佬捱掉講嘅，因為捱睇本書其實發錯亂畫，你發圖的時節，可能就想講就發出來，啊，結果冇想到真正專業嘅捧農就發現到知識方面有一些咧冇共用，就留佢改正來。嗰時候也真係新農教育輕重要嘅事情，還有當中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富起來咧，我係總編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譬如佢創立嘅一個好適合你嘅平台，而為到來推廣新農教育。除咗作為太好時節做嘅也就更新報以外，咩有也當地一下嘅小朋友咩法嘅繪本，剛剛同大家講嘅當中，甚至都也下好適合你平台自家沒有推出自家嘅算係雜誌咩係刊物，我知道也。一本看起來當盤誒，竟然係也不知道幾倍誒。因為也有較多嘅經費支持。哦，對。唔做得邀人來寫一本書。哦，有請其他嘅編輯大家共下來寫一本書。冇錯。就有當到嘅人來填書，咩較專業嘅來寫講特輯嘅主題愛用版寫。基本嘢咩愛就係搶皮用設計寫一隻好適合你一隻刊物嘅一個經驗，田條嘅也有故事，做得來同大家來分享。我嘅家鄉苗栗公館，因為我有聽講，而咩要去苗栗公館有老家就寫一個同芥菜有相關嘅文章，錯冇？錯，冇錯。最有印象嘅其實係早晨嘅時間，冬至有差唔多5點就愛啲田度好，真實忙呢。因為剛起你就按上忙就種的，然後就是去採訪就沒有天天按照紅蟲。冇錯，因為想愛翕到幾條做些嘅用嘅，比如說唔就愛當做紅蟲。最有印象嘅其實就係5點嘅時間就看到。阿婆啲田度方用倒馬劈芥菜，佢就當3萬，你就看佢劈，哦，就當夾哦。係，因為講講種芥菜係貴太排咁樣種嘅。係，錯。嗰時候你就看到差唔多5點嘅時間，其實係蒙眼呐，蒙眼嘅時間，到7、8點嘅時間，你就看到動槍的日頭出來咧，槍的咧光亮就其實係動講嘅，從
片到佢個秘師，寄出個秘師，都看到佢條按上網啲個做事，其實心中會動感動。佢條對客家嘅文化按樣講咧，就感覺到佢條對客家嘅文化做按多嘅努力，然後咩啲個重新認識客家嘅文化。真嘅，因為嗰條阿婆其實也就動到些嘅。真嘅，嗌到就講潛水團，加起來超過前些團都超嘅。真嘅，還有一個係92歲嘅阿婆，係我見到唔單將愛留嘅芥菜改下來，其實因為芥菜就係對客家人嘅滷嘅東西也輕鬆要嘅，也鹹菜、泡菜、鹹菜乾，也對尤其嘅冇啲客家人啲嘛。也就是輕鬆要嘅，其他就係會做動作，工匠做的鹹菜、泡菜、鹹菜乾，全部都要做出來。錯，不過一個過程，然後咪用相片啊，也係影片嘅方式去呈現，去本大家啲其實芥菜嘅意思，係冇按簡單嘅。當然其實公館沒有咁多嘅特色，佢說沒有去縫做啊、舞啊，沒有啲嘅起來，本大家看，大家都做得去重用太好嘅客家好樣嘅 YouTuber 看，重用太好嘅客家好樣嘅 YouTuber。做得看得到人哋嘅影片，哇！可以啊，真嘅係拿啲多馬啲嘅蘸鹹菜哦。係講家下有講到公館係有動到嘅農產，其實也就可能一下啲公館嘅聲音咧。小朋友，也都可能甚至唔啲自家屋企有按到嘅農產，嗰時候也貴嘅新農教育嘅法統，咩真件有許多苗栗嘅學校來向下來推廣，錯冇？錯，動感車其實總計出來嘅泰國佢老嘅人哋同多嘅支持，還有公館國小嘅欣賞，佢天數人哋同多，都人哋都100多嘅。係講田地圖，相片可以係動寫哦，差唔多3-4年前，差唔多4年前哦。嘅細妹細女去田度烘滷鹹菜，因為你就看到佢動歡喜。呀，佢嘅聲音咧應該唔是去田度做些嘅，聽下抗議冇，佢說去到田地度烘佢就動到人咧，真勁動到人。佢說你就看到佢條其實係動歡喜嘅，抗議睇下咩唔啲愛用辦做，唔過啲老佢講，其實就係愛用辦是一個東西，愛用辦做用鹽來滷鹹菜一個過程，其實捱到就知道，其實記到就啲嘅認識客家文化咧。捱知道人嘅過程對譬如韓國對一條聲音咧，韓國對公館人嘅所聽捱知道都自家都個個有無同樣嘅回饋嘅感覺。對一條聲音來講，佢一條學到動到東西；對譬如來講，因為捱談講，因為啲幾種時學嘅動到客家話。係錯，因為捱不卡其實係講福佬話，咁所以啲苗栗嘅世界上有啲嘅講客話。因為捱字幾隻所在公館太行村，咁所以幾片嘅可能尤其係斯坦人一條阿公阿婆阿叔阿伯全部講客。係錯，佢哋就會老捱講客，雖然講到無贊，不過佢就會老捱練客話。練客話，嗰時嗰陣時譬如咩好嘅動作客家話，韓國有老嘅新農教育帶本按到嘅學生嘅，甚至苗栗嘅也按到農產，下後咩有機會出現到你愛出版嘅也都可能非本地都錯冇。錯冇唔錯，因為大家都喺看到，其實公館向農會佢有老人哋支持，嗰個佢想愛老大家分享到豐州嘅故事，嗰個沒有一本書按到做到客家好滋味。呀，本書算還蠻完全做好，錯冇？它算是樣本。一本書。已經做好，已經做好誒，佢就係完整誒。大家咪做啲堂啲YouTuber，然後咪有錄
吸煙老海流嘅羊，羊已經有吸煙老海流嘅，咩中央啲嘅中央太好客家方言嘅 YouTuber 這種。哦，跟我咩種相關，因為豐州全台灣就公共嘅善良平台，對，咩係當貼片，佢就係每轉阿公嘅舞卡，去看豐州嘅按用料理啊、生種、唔錯歷史文化，就老大家小嘅都豐州係按用來嘅。我想要問一下 P， 因為 P 也係寒冬後生，一出對太好嘅時節。韓國也係研究所嘅時節啊，唔單止一片圖書館，一片做也按到嘅計劃，也其實已經超過學校做嘅事情咧，有一部分係算係啲嘅生人嘅投入做嚟賺錢嘅。係乜嘅事情支持你？因為睇下啲其實尤其係讀研究所嘅課業嘅壓力，其實咪有一些些嚟睇。乜嘅事情支持你一直做呢件事情？我想可能係老人互動，因為對我來講，唔係一直堅持做下去，係因為一件事情我當喜歡來做一件事情。佢說初次演，就會做下去咧。尤其係其實事情來嘅時間，我就好機會好做。真嘅，係一樣嘅心情。係錯，因為有機會我就做，假使我冇做。可能一個機會冇乜嘅改變，尤其係你條前有講嘛，希望一本書唔係放喺圖書館聽聽，希望更加多嘅人來用一本書，更加多嘅人啲可能是乜嘅事物係當好嘅，看到大家可能係村長啊，可能係小朋友，記到老人就講，唔同會哦，唔做得當好，也係。看到佢了解到事物嘅重要，就感覺到唔做得做下去咧。哇，我知道，真感動哦。真感動，譬如對客家話、對神農教育、對亞無腔語言嘅傳承，都想要做非常非常嘅多。我相信譬如未來會有更加多嘅作品，咩有更加多機會做啲來到富熙來同大家來見面。希望譬如來到節目當中咯，安子生。好，沒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跟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富熙來嘅免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